想要到伫咧风台天的时阵，这屏东东港安泰病院镜头早发生火灾。消防局接到通知了后，随出动46架水灵车去拍火，国军也派救护车来斗三工。导火烧的这大楼内面，总共有324个患者。这场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。目前屏东地检署已经介入，要来调查导火原因。 病院内底冒烟散雾，医护人员赶紧甲病床顶的患者塞去到外口。这是屏东东港的安泰病院，初三透早7点40左右，伫咧病院2楼的配电室，不知什么原因火烧。伫咧病院外口是透风落雨，不过也是通看到高高的火焰。 1楼大厅甲顶仔骹规个客家拢是患者家属甲医护，现场是乱糟糟。有的人摇咧吊大灯，有的倒眠床，有的患者还搁坐轮椅。有患者讲，想到逃生的时视线看袂清，火焰砸到，心内是真惊吓。青烟我们知影。哦，青烟你那紧甲你疏散。你什么烟会介多无？ 接到安泰病院火烧的消息，屏东县消防局随出动46台消防车前往现场，国军嘛派出33人10台救护车来斗三工。导火的这栋大楼内底，拢总有324个患者，医护警消赶紧甲人疏开。火伫咧下晡1点外爆发，拢总造成9个人死亡，其中8个多数是行动不方便的患者，另外1个是机电房的员工。那重症的我们就在前栋，好在我们这边有好几栋啊，所以可以隔离啊。那因为这个是医院，同时也启动了大量的伤患处理机制，还有高频医疗网。 根据屏东县卫生局下晡5点的统计，有101个患者转送去其他的病院，其中14个大家护病房，12个留伫急诊观察当中。安泰病院这届的火烧事故造成9个人死亡，屏东地检署已经介入侦办，后续嘛去到现场收集证据，调查火烧的原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